Groupbuyer.com 瘋狂勁減。好，等我呢個旅遊達人同大家分析下呢個酒店套餐嘅評價啦。綜合嚟講，呢個行程拎到3分，算係中規中矩，但背後原來有啲伏位要小心。首先講下好嘅方面，有住客大讚酒店房間夠大，舒服又乾淨。如果純粹係想揾個地方瞓覺，間房係合格有餘嘅。不過問題就出喺其他配套度啦，活動安排真係唔多掂。酒店入面嘅活動質素差，人手又唔夠，連大堂都俾人話又污糟又殘舊。最慘係自助餐同其他活動都唔吸引，搞到住客完全唔想參加。而最大鑊嘅係用 Klook 訂房嘅體驗，有住客投訴話價錢比其他平台貴成百幾蚊，買咗之後又唔可以即刻退款。最激氣係揾客服投訴完全冇用，真係買咗就冇得怨。難怪有人話以後都唔再用呢個平台，仲用垃圾嚟形容，睇嚟真係好失望。所以結論係，如果你只係需要一間乾淨舒服嘅房過夜，呢度或者可以考慮，但如果你想享受酒店設施同活動，或者經 Klook 訂房，就要三思啦。記住格清楚價錢同了解清楚退款政策先好入手啊！萬灣和田居酒店位於深圳市大鵬新區大鵬半島風光旖旎山海之間，比鄰着名的水頭海鮮街。酒店佔地面積近5萬平方米，建築面積近4萬平方米，酒店園林佔地面積為15000平方米。萬灣和田居酒店是大鵬濱海休閒度假酒店，酒店建築及裝飾完美融合了客家文化與海洋風情，擁有豪華海景房、複式套房、萬灣套房等各式房型共220套。萬灣和田居酒店倡導慢行、慢食、慢旅遊，簡單人生，慢調生活。今秋預售深圳萬灣和田居度假酒店住宿套餐。深圳萬灣和田居度假酒店住宿套餐。
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a.com 啦！